装水水抹粉点胭脂会较有自信。台南三项区农会就和卫生所有同齐举办一个活动，是卫生的活动，让时代来上课，让每一个时代都会当装水水，安尼过日子嘛，加较健康，加较有活力。化妆师当得一步一步教社区的时代安怎保养皮肤，这是台南的三项区农会和卫生所做伙办的活动，希望讲透过化妆甲保养来提升时代的自信。然后我们希望说，借着这个活动，让他们说，今天就顾不伪装啊，希望说他们能够很开开心心的，然后画出很漂亮，今天回去让老公看到，哇，我老婆怎么这么的美啊！看起来简单佮普通的保养过程，其实也当看作是逐日的复健。透过化妆的疗法，甲每一步保养化妆的顺序记好条，唔但会当有方式致敬，佮会当训练时代肌肉和认知的能力。咱100个老人吼，佮有15个人会容易来退化，所以讲咱今日吼，我来办这个化妆疗法，希望讲咱把这个化妆啊、保养啊，带入咱的生活习惯内底，慢慢会当刺激咱的精细动作，活化咱的脑力，会当减缓咱老化这个进度安尼。为着要甲家己装好水水，每一位时代拢真认真地保养。三项农会和卫生所联合办的这个活动，是希望透过每一日小小的动作，去培养时代活动机体的习惯，来预防记忆退化，也会当愈保养愈健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